后来，过来是这个台北大学的亲善团，今年是第10届入选到国庆大会，要来做服务。今仔日23位的团员展现着因90点钟训练的成果。上重点是，今年因为防疫爱专程来挂喙罨，所以因训练用目睭来笑，来展现着因的亲切。向心年华，向是国庆，一切为着中华民国这位101岁的大寿星。台北大学国庆亲善服务团90点钟密集训练，流汗练习要展现青春。北大亲善团独有的螳螂走路。练习草稿行路，打造国庆大典爱骑啊，阁有侪真久的肌耐力。各个嘉宾自北方来，用日法这个语言编辑如归。上特别的是，因为防疫无法度展现笑容满面，特别训练爱笑的目睭。在口罩下，虽然宾客看不到我们的微笑，可是我们始终维持如一，所以笑容也是持续在的，所以相对的眼睛会跟着笑。你微笑的同时，挤你的苹果肌，然后让你的卧蚕有叠起来的感觉，然后可以让我们的眼神传递我们的亲切以及温暖。虽然台北大学国庆亲善团今年第10摆参加，1回生2回熟，第10摆就算真熟手。训练要是无放零，希望中华民国生日派对一切完美。中华民国生日快乐！要予中华民国上。